金光布袋戏正出名的婚林流行歌将中剧团，这半冬来甲一寡戏红仔照互新庄文化艺术中心展览。戏迷伫遮也当看到上出名的五鸟金鹰，这出戏相关的假诗，也通好了解到金光布袋戏的历史演变。 50年代婚林流行剧将中剧团的古鸟金鹰戏出，未少戏迷到达也是真怀念。真侪戏内底出现的红仔甲鸡丝，这站当咧新庄的文化艺术中心来展出。那我们将展出龙兴歌、掌东剧团在这个不同的时期的戏偶跟道具的一个演化，甚至为角色增添了机关科技、稀奇古怪的车子、轿子、怪兽，那也在这边会有一一的一个展出。 一身红仔有布的人血管色水艳，面型特殊，是金光布袋戏的特色。流行剧讲，迄阵对传统的古册戏转变做金光戏，除了红仔变大身，嘛无像传统的 logo 显吹，更加因为剧情多变，一时成为大家真好看的娱乐，嘛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。因为伊讲到金鹰出来讲，一个人就变落水，迄当时的时代的观众讲后呀喊。 穿一个开人啊变落水，愈含是愈爱看呢，就这样一直掰下去，一掰到今仔日呢。随潮流改变，金光布袋戏的红仔嘛愈做愈有路，因为团长廖昭同是招安客家主题，更加将台语的布袋戏加添客语的版本，推广客话布袋戏，嘛到学校教囡仔的人戏。廖昭同表示，布袋戏虽然已经无较早的光景，但是也是希望这个传统文化通继续维持。展览会展到这个月19。记者陈嘉木、李玉凯、新北采访报道。